第9章论到攻击圣徒的事，我不必写批予恁，因为我知影恁乐意的心，常常对马其顿的人夸奖恁，讲阿该亚人有备好啦，已经有1年啦，并且恁的热心激动真侪人，总是阮找迄几位兄弟去，是要互恁照我的话有备妥当，免得阮伫这个事上夸奖恁的话落空。万一有马其顿的人甲我相结去，看见恁无备办，就互阮所确信的反转诚做见笑。恁见笑，搁较毋免讲啦，因为安尼，我想不得不求迄几位兄弟大声教恁迄位，将情所应允的捐钱有备妥当，就显出恁所捐的是出自乐意，毋是出自勉强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个话是真的。逐人要照本心所决定的，毋通作难，毋通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欢喜的。上帝会将逐项的恩惠多多的加互恁，互恁凡事常常充足，会多多行逐项的好事，亲像圣经所记，伊施舍钱财，真济送香，伊的仁义存到永远。迄个赐种互野种的，赐美娘互人食的，的确多加互恁正对的种子，搁加添恁仁义的果子，互恁凡事富足，通多施舍，就借着阮，互感谢归伫上帝。因为办这个攻击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欠客，而且互真侪人益发感谢上帝。因对这个攻击的事上得到凭据，知影恁承认基督，顺服伊的福音，多的捐钱，互因甲众人，就将荣耀归互上帝。因也知影上帝极大的恩赐，显伫恁的心内，就切切的孝念恁，为恁祈祷，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有讲袂尽的恩赐。